新加坡警方早前對柬埔寨商人太子集團主席陳志同埋佢嘅同夥展開執法行動，沒收6處房產同埋各種金融資產，懷疑涉及洗黑錢詐騙。有學者擔心呢類嘅洗升值案件會損壞新加坡嘅聲譽，削弱投資信心。張可盈喺新加坡報導。根據新加坡媒體查冊，喺新加坡市中心嘅呢一棟商業大廈嘅8樓，原本係陳志喺新加坡設立嘅家族辦公室同名下公司。本台記者喺當局嘅查封行動4日之後上門發現，單位已經人去樓空，內部已經熄燈，撳門鐘亦都冇人應。茶水間仍然仲有咖啡機、洗潔精等嘅物品，但似乎一段時間冇人用過。8樓電梯大堂原有嘅公司水牌已經移走，剩低鑽牆嘅窿嘅痕跡。而樓下電梯大堂水牌就仲有家族辦公室 GW Capital Holdings 以及陳志名下私人公司 Skyline Investment Management 嘅標示。有同一棟樓返工嘅職員就話唔清楚該公司嘅業務。If you've seen anybody or any police? No, they're not there whole health. Yeah. So nothing happened? Yeah. I never noticed anything so far. Yeah. Have you seen anyone working at the 8th floor? No, not that I've seen. 陳志喺2015年成立咗柬埔寨太子集團。早前太子集團因為涉及全球跨境電信詐騙同洗黑錢，10月中被美國同英國司法機關起訴。充公佢名下12萬枚比特幣，市值大約1166億港元。新加坡當局就喺上個月底展開行動，查封6個物業。陳志喺新加坡擁有嘅物業包括中央區豪華永久地契私宅項目格美華庭、嘉豐豪庭以及 Liden Residence。佢嘅格美華庭公寓單位超過5000平方英尺。呢3個物業單位喺2017年被陳志用總數4000萬新加坡元，大約2億4000萬港元購入。被查封嘅亦都包括金融資產、遊艇、汽車等，總值超過1億5000萬新加坡元，折合近9億港元。太子集團事後發表聲明，否認集團及其董事長陳志有參與任何嘅非法活動。旗下嘅家族辦公室同3間相關公司，亦都已經向新加坡法院申請資產解凍。陳志喺新加坡嘅活動引起洗升值嘅疑慮。所謂洗升值，即係公司透過新加坡嘅商業同法律系統建立漂白機制，令非法資金獲得表面合法同法律遮蔽。太多呢啲新加坡 washing 嘅案件出嚟，當然對於投資信心啦，對於新加坡名譽都會有一啲損壞嘅。可能係一個雙刃劍嚟嘅，因為一方面咧，新加坡佢對於資金流動有一定嘅保密，嗰個對於佢自己作為中金人嘅一個生意嘅都係佢有好處嘅，但係咧同時就會帶咗一啲潛在嘅風險俾一啲唔同嘅犯罪案啦，定係其他一啲灰色地帶嘅行動，都會鑽入呢個法律裏邊去玩呢個。對於新加坡嚟講嘅話，可能對於佢嘅名譽有一啲損害，但係最後可能要睇新加坡當局佢點估呢啲嘢。如果佢嘅評估係俾呢啲灰色地帶嘅行為繼續，佢可以賺到嘅錢，揾到嘅機會大於呢啲風險，大於呢啲代價成本，佢可能會繼續啦。新加坡一直都係呢個中立之間玩，但係我頭先都講過，因為而家世界環境有啲變化，所以佢嘅空間可以玩呢個中立之間呢個空間係越嚟越少，所以佢可能風險會越嚟越大。新加坡國會喺11月4號通過新法，未來將會針對詐騙集團主謀同成員施以強制鞭刑，最高可達24鞭。廣播新聞網記者張可盈喺新加坡報導。